下面是第二个啊，想到无有自性门，就这个是第二个问题是如是称许者无法会其临什么因入如来欢喜之道。想到无有自性门，殊取一之为缘起，若以避名之自性，有何绝妙之方便？因此众生而迈入一切圣贤必尽尽，无可避以之具量他上。他上逆袭之妙道。那么也就是说呢，就是我们这个道相无有自性的这个门啊，也就是说是这个佛教的这个空性门啊，就是无二法门。那么这个呢，就是实际上是它的这个数据意志，它的最究竟的教义的话呢，就是这个缘起法啊，就缘起法和空性呢，是这个不离不合的。如果有些人呢，因为听说了这个缘起法的仅仅的这个名字呢，把它就是制作为是一个实有的，把它制作为是一个自性的话呢，就是你认为是空性是另一种法，然后这个缘起法呢，就是它是有一种自性的，主要是跟那个一些小乘啊，或者是一些外道啊，就是他们来讲的。那如果这样的话呢，那么就是怎么会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绝妙的这个方便方法来让这些众生呢，就是迈入诸佛菩萨无数的这些大圣者的这个深深之道就必经之道无可比拟的这种无比的这个具量就解脱的这个具量，如来这个欢喜之道呢，他们怎么会是能引入这样的道？因为这些人的话呢，他把这个缘起呢，就是制作为是一种这个实有的。其实缘起呢，就是应该这个假说的就是应该是一种这个假理的。所有的这个有实无实法呢，就是在名言当中呢，就是可以这个承许的；而实数当中的话呢，就是一切都是没有的这个若是若不是，若妄若非妄，时间处时间单有假名所就是单有假言所吧，就是《华严经》里面讲的就是若实有的法，若不是的法，若这个妄想的法，若非妄想的法，时间的法，处时间的法，这些呢就是全部都是只有这个假理而说的，在我们名言当中呢，就是可以假理而说的。所以你们这个很多的这个小乘中也好，或者说是有识中的话呢，信量太狭窄了就你只能呢就是知道一部分，而并没有呢就是了知一切万法的本体呢，就是皆为空性的这种道理。如果你真正是执着缘起是私有不空的话呢，那你怎么会是这个能这个解脱就根本没有办法这个解脱的。如果你不能解脱，没有就是真无任我的这种空性的话呢，那如来这个欢喜的道，如来欢喜的道是什么呢？就是一切众生是让这个获得真正的这个解脱之道就众生得到解脱的话呢，就是如来欢喜如果这个我们很多有缘的人呢，就是通达这个空性呢，利益众生的话，我想很多大乘的这个上师菩萨，他们都会欢喜的他们不可能是因为以钱财而欢喜，以地位而欢喜，以什么这个其他的这种这个世间所欢喜的一些事呢，让他们也得到快乐欢喜就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这个作为一个大乘这个佛弟子的话呢，利益众生是佛陀欢喜之事，真无空性就是佛陀欢喜之事。所有的传承上师也是，如果是真正具有法相的话呢，那么应该他们也是最欢喜的呢。我们如理如实的这个修行呢前一段时间不是我们讲的嘛就是什么这个什么利益众生供养然后呢就是饶益什么这个利益众生供养不离菩提心这个供养，不设菩萨业供养，这些都是这个上师欢喜的事和如来欢喜的事如来欢喜的事。所以我们应该要就是踏入这样的这种这个大悲菩提心不离的，尤其是这个缘起空性的真正的就是只要是因缘而产生，是绝对是这个空性的因为呢就是这个空性跟这个缘起呢就是不离不合的，这个道理是有点深是有点深。所以说我们很多道友呢刚开始听中观的时候呢，就是有点就感觉不到我昨天看到一些香港的这个佛友，就是他们特别喜欢那个学定解报动论。我看到这边定解报动论里面花了好多杠就还是这个学是学得很精进的，但是他们总觉得呢
这个缘起空性，或者说是空性方面，一听到的时候呢，刚开始没有感觉，怎么办？就是那当然，这个空性并不是我们这个读这个就是一些小学的这个书啊，或者说是看一些动画片一样的，就一看就马上一目了然，不一定的。尤其是你对前世这个空性方面没有一定的这个结上善缘的话，那今生当中，其实这个空性的名称就是让我们听起来的话呢，也很奢侈的，也很有一种这个就是难懂啊，就是有这种感觉。所以说呢，我们一定要就是对这个缘起法门跟空性法门呢，就是有着这个不离不合的这个定界。这样的定界刚开始的时候，你恐怕是不一定让这个接受，但慢慢就是对这个中观法门，尤其是中观四百论啊，就是中观根本慧论，还有呢就是入中论啊，这几个都是现在也有汉文，也有一些这个讲解。那么你慢慢看了以后呢，就应该逐渐就是自己对这个空性法门产生就是定界啊，就产生定界。然后呢就知道啊，就是真的是除了这个空性以外呢，就是没有就是更这个殊胜的道了啊，就是处理龙门论事道就是无有其余正方便，就是那个说红是这也比了呢，这是就是因为他没懂，所以我们那个就是这个龙门菩萨的这种真正的这个空性道呢，就是这个圣体就是定界了啊，就真正解脱道那就是唯一空性这境界。就这个时候呢，自然而然就是你不用这个老师天天的你看书啊，你背书啊，就不用就是老师说，或者说是用这个其他的这个中观的这个法师啊，就不用这么说，自己自然而然就是很想看中观啊，就很想学习。有时间的时候安住在这种境界当中，自然而然就人到了一定的时候呢，会自然而然就我们这个读小学的时候，很多人呢就不听话，就是父母非要的是让你就是必须写作业，必须看书。最后到了这个大学，或者是到一定的时候，自己有一种责任感，自己有一种这成就感的时候呢，不用这个老师啊，就你自己就愿意，就已经你觉得是一切的其他的世间的世俗法，不管是说话也好，做事情也好，很多都是没有意义的啊。唯一的这个空性方面，唯一的这样的缘起空性的话呢，就对你来讲这是一种最好的享受，我相信会这样的。